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，我係李文漢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而家我就嚟到 USJ 6啦，即係Goodyear Court One。話說，我都算係喺樹崩仔採訪最多區一個 YouTuber 嚟㗎啦。試問樹崩仔邊個區我係未採訪過嘅，都唔出奇啦。事關我都住咗樹崩仔有30-40年。其實呢一集呢，都係一個粉絲建議我過嚟做採訪嘅。你知唔知道截至2025年，馬來西亞有超過3800萬部註冊嘅車輛，而人口近為3400萬，令佢成為全亞洲擁有最多汽車嘅國家之一。呢個現象係因為本地車價錢合理、電油價格低同埋長期用私人選擇造成嘅，都係因為公眾交通有限，所以就要依賴自己嘅交通工具。雪龍州嚴重嘅大量塞車，因為汽車被擔任佔用所致。20幾年前，當我喺Jalan Raja Chulan返工嘅時，我曾經有用過公眾交通，從樹崩仔搭 commuter train 去 KL Central， 轉 LRT 去 Masjid Jamik 站，之後行15分鐘至到寫字樓。唔係因為我係一個見義勇為嘅市民，專登唔開車要減輕交通塞車，其實都係我部老爺車唔爭氣，成日都要修整，喺 workshop 多過喺路上。嗰陣時 LRT 只係去到 Kelana Jaya， 未駁到去樹崩仔。我個老婆要車我去 SS15 嘅中轉站，讓我搭火車返工。好彩嗰陣時佢係冇做工。後尾喺2016年 Kelana Jaya LRT 線正式延伸至樹崩仔。可惜喺嗰段時間我都冇喺 KL 返工啦，所以就好少用到佢嘅服務。不過我間中都會搭 LRT 落茨廠街同埋巴沙路，事關嗰度係好難揾到停車位，一般我都係喺 USJ7 嘅 LRT 站上車嘅。事關呢個站係離開我個屋企最近，我多數都係喺 Goodyear Court One 泊車，因為對面嘅 LRT 停車場一早都泊滿晒。我唔可以講喺呢個 flat 樓係好容易揾到停車位，但係佢嘅機會會比對面更好。雖然樹崩仔係被稱為中上收入嘅郊區城市，事關大部分都係住喺土地嘅物業，實際上有少部分係中層公寓。好多人認為整個樹崩仔係由 UEP 發展嘅，舉例房屋、商店、商場同埋醫院等等。其實佢哋一共係負責80%嘅發展啫，有另外一個發展商係負責建造中等成本嘅5層步行公寓。舉例 Subang Perdana Goodyear Court 都係多得 Bina Goodyear Group 嘅發展商，將佢哋嘅公寓從 USJ6 延伸到 USJ14， 從 Goodyear Court One 擴展到去 Goodyear Court 10。話說我有幾個朋友將完價買咗幾個 Goodyear Court 嘅單位，佢哋都算好眼光。事關自從 LRT 連接到 USJ 呢度個樓價都升咗3倍，梗係啦，地點咁集中，有啲單位直情坐喺 LRT 車站嘅門口，就好似我今日要採訪嘅 Goodyear Court One 呢度真係方便，有旅行社、美髮中心、活的診所、KKMart 補習中心同埋5-6間個別店。可能你唔知呢度有集中好多老字號嘅街頭美食，所以我個粉絲唔係叫我嚟呢一度做採訪咯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，就俾個 like 我，分享下。如果未曾訂閱嘅，就麻煩你訂閱啦。多謝你。我返嚟呢度咁耐，原來呢間茶室都俾新海景買上嚟，佢哋都做到好成功。喺雪龍州總共係有7間個 B 店，以前幾檔美食都有留返落嚟。呢度嘅管理人
建議我試佢哋嘅特別飲品，叫做 KDM。佢係有啲似鵝架西，分別就係有加埋茶嘅。KDM 咩意思冇？Coffee、tea 同埋米咯。第一檔美食我要介紹就係魚頭米兼豬肉粉。呢檔現煮美食係呢位檔主阿發同佢嘅太太經營嘅。佢嘅太太阿蘭係一個緬甸人，佢可以講好流利嘅普通話。佢哋都喺度擺咗檔有20年。我問檔主到底魚頭米同埋豬肉粉邊個係最受歡迎？佢講都係睇各人嘅口味。但係佢表示，如果我中意食內臟呢，佢建議我試佢哋嘅豬肉粉。事關啦，佢哋嘅內臟係洗得最乾淨。我有講過，我唔係好中意食豬肉粉。事關啦，一般啲湯咧係好多味精啊，但係呢個啊就唔覺得喎。喺正佢嘅隔離就係呢檔新加坡雞飯。人哋講新加坡嘅街頭美食係冇馬來西亞嗰啲咁正，但係我個人覺得佢哋嘅海南雞飯肯定好食過我哋嘅。呢位檔主 Ivy 只係喺度擺咗檔有1個月，但係佢丈夫喺 USA 貨店嘅總檔呢都有10幾年歷史。我問檔主佢哋嘅雞飯是否係新加坡嘅秘方？佢講以前佢老公喺新加坡有跟一個海南師傅拜師嘅。呢個新加坡雞飯有2種雞，白雞同埋燒雞。呢檔新加坡雞飯都有提供燒肉同埋叉燒嘅。嚟到呢檔擺喺前邊嘅西都魚丸，其實佢哋都有提供拿拉米線同埋黃酒麵線。睇嚟麵線係佢哋嘅特徵。姓林呢兩夫婦只係喺度經營咗3年。我問佢哋以前係喺邊度擺過檔，佢講以前係冇做過飲食，因為我而家係有啲飽，唔想食卡模，咁就叫檔主整碗剩魚蛋俾我。事關我睇見佢哋嘅西都魚蛋係好大粒。其實呢檔魚蛋粉叫我冇採訪佢，佢驚採訪咗佢啊，好多人嚟啊，佢應付唔嚟。好彈牙佢個魚蛋。呢檔羊豆腐係我以前時常嚟光顧嘅，真係可憐。以前食羊豆腐至少都嗌10幾件以上，事關一件只係幾毫子。而家一件都賣到2溝以上，點捨得嗌咁多呢？呢位檔主美呢講，佢哋都喺度經營咗有25年，可以講係呢間茶室最耐嘅檔口。自從佢嘅丈夫走咗之後，佢2個仔都有出嚟幫手。我只係嗌幾件羊料，但係檔主建議我加1條腸粉。Actually 呢個羊豆腐豬腸粉啊，我15年前時常嚟食嘅。
而家佢縮細嚟做咗，因為佢嘅客人走咗。呢檔咖喱麵喺 Fatty Crab 茶室擺檔嗰陣時，我已經認識佢哋。後尾呢兩母子搬咗去 USJ11，我個老婆仲有幫襯佢哋，次次都打包俾我食。其實佢哋都有提供金寶粉同埋雞絲河粉，但係我一直都係食佢哋嘅咖喱麵。呢位檔主阿傑講，其實佢咖喱麵嘅秘方都係佢老豆傳俾佢。以前佢係做咖喱麵起家嘅，佢哋嘅咖喱麵口味係有落咖喱雞，比佢香口啲。一般啦，咖喱麵啊都起價起到10蚊以上啦。佢哋還係賣9溝，而且仲有俾好多試堪添。行過去隔離呢間 restaurant 外觀，第一檔美食有吸引到我，就係呢檔竹升雲吞麵。其實佢哋嘅餐牌啊都有其他嘢食，但係我一定要試佢哋嘅竹升雲吞麵。事關呢種麵喺馬來西亞都就嚟失傳嘅啦。呢位嚟自巴坑嘅檔主熱哥講，海報顯示嗰位做緊竹升麵嘅廚師就係佢嘅爸爸。其實呢盤生意都傳到第3代㗎啦。我一聽見呢個雲吞麵啊，係竹升麵，我就即刻order。好爽口，佢係玻璃叉燒，melt in the mouth。隔咗佢幾個單位就係 Uncle Key Penang Taste， 唔使講呢檔嘢啊係有提供檳城嘅美食，反而我係要試佢嘅炒粿條。事關喺樹灣仔啊，係好難揾得到正宗嘅 Penang 炒粿條。呢位嚟自 Rifle Range Flat 口嘅檔主紀先生，只係喺度經營咗1年。以前佢喺西北都擺咗檔有20年。我同檔主講，我係好期待檳城嘅炒粿條，希望佢唔會令我失望啦。呢個炒粿條好夠鑊氣。嚟到呢間茶室最受歡迎嘅檔口新樂園包餃，其實我尋日嚟遲咗，剩翻幾個包嘅口味，所以今日我專登翻嚟。事關尋日打包俾我老婆試嘅叉燒包，佢食到唔夠喉，叫我翻嚟買過。呢位嚟自 Bertam 嘅檔主表示，佢哋都喺度經營咗有17年，佢哋嘅總店就喺 Bertam。每日佢哋有製造9個包嘅口味，包括幾種點心，舉例荷葉飯、馬拉糕、燒賣、魚蛋等等。反而糯米雞呢係過碼嘅。叉燒蓮蓉。呢個包餃就提供好多包，但係我咁遲嚟到啊，好多包都賣晒啦，剩翻呢個叉燒包同埋蓮蓉包。你知啦，我最中意食呢個咖英包，佢又賣晒。試下呢個魚包先，好多餡喎。嚟到呢間茶室最後嘅介紹，Hina Nasi Lemak，其實我原本係冇計劃採訪佢哋，
咁啱遇到我一個粉絲喺呢度食緊佢嘅nasi lemak，叫我一定要採訪佢。呢位嚟自Surabaya嘅檔主 Tina 都喺度擺咗檔有5年。雖然佢係一個印尼公民，但係佢嘅hidangan都已經改晒我哋馬來西亞嘅口味。我反而覺得佢嘅nasi kukus係最特別，怪唔得佢嘅生意係做到咁成功啦。今日呢個nasi kukus嘅撈咧，我就嗌試堪啦、鎖當啦，同埋江魚仔，係9蚊。我行過去另外一個 block， 嚟到橫運茶室。如果你唔係一個正宗嘅廣東人，可能你會讀鴻運茶室。其實呢間茶室係從而家嘅新海景茶室搬過嚟嘅。自從新海景買咗嗰個單位，佢哋就搬咗嚟呢一度，唔經唔覺都有10年啦。呢間茶室係姓曾2位姐妹經營嘅，佢哋仲係親力親為，乜都自己喐手。人哋講，如果你堅持要飲真正嘅華人沖嘅茶，就嚟呢一度啦。呢杯嗲咧有甜奶同埋淡奶嘅，好特別。呢個芋頭糕係禮拜2、拜4同埋禮拜日只有提供，其他日係冇嘅。如果你係橫運茶室嘅舊客，你應該記得版面係其中最受歡迎嘅檔口。好消息，佢哋都搬咗嚟呢一度。當然，佢嘅熟客都跟咗嚟啦。佢哋嘅餐牌都有增加咗，而家有包括一啲炒嘅口味。呢位喺怡保長大嘅檔主Sally Wong 表示，而家呢個地方係大啲，可以加多啲口味。我同檔主講，反而我而家唔想食板麵，咁佢就介紹我食 Aglio Olio 意粉。本來呢個 Aglio Olio 我係嗌蝦嘅口味，但係佢哋賣晒，咁我就嗌呢個天鴨嘅口味。好好味。